另外，今年若是要食奶鸡，就要加开钱。即卖奶鸡差不多要大出啦，也毋过旧年寒天惊春冷，引起到奶鸡臭青牛啊伫咧制暖。彰化县芬乡奶鸡产量一日减真济，敢若剩一成，引起计销规个额。啊，若旧年奶鸡一斤差不多是780块银，今年起到一斤150块到200块才买会到。互人怨叹讲，今年奶鸡一斤比一粒便当搁较贵。 佮到乌叶奶子收成嘅季节啦，毋过农民煞拢欢喜袂起来，因为因过即个时阵，树仔顶拢有真侪奶子，毋过今年嘅奶子真正是少少嘅。我开始20靠尾咧做，食到即久，毋捌拄着今年少甲遮少。 农民讲，即个200公顷嘅奶子园，逐年拢超会当生产600吨嘅乌叶奶子。毋过今年受到天气较烧热，佮有奶子臭青牛仔影响，毋是无开花，无就是果子互虫食掉啊，产量减9成以上。今年因为受到这天气暖化的影响吼，咱的产量吼锐减啦吼，可能生产量吼无到6吨啦，所以讲无到咱以往的一成的生产量。 过去奶子一斤拢超780块，今年产量变少，计销起价一斤爱150到200。今年的奶子一斤比一粒便当更加贵。可以买一个便当了，对不对？买3个都没有东西啊，你有钱嘛，无得买啦。量很少，要出来买不到啊。农民靠天食饭，煞拄着天气无正常，佮有虫害。今年的奶子产量减遮尔济，想要食的民众可能就要加开钱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